翹埋手就乜都做唔到，一齊揾人嚟實測下啦！我哋終於揾到人嚟挑戰啦，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。 3、2、1，開始！喂，你唔好難啊！你唔好咁喂得冇？ ，OK 喎，你個頭懟落去一試下。點啊？足球小將。哇！真係得個 ，OK 喎，OK。翹埋手大帽都搞得掂，下個挑戰又做唔做到呢？10秒之內翹埋隻手寫字，有冇信心先？梗有啦。準備3、2、1，開始！係，你用手指喎，加油加油啊！唔好作弊啊，唔好作弊啊！哇，用口喎，哇，勁喎！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你 show 俾鏡頭睇下你 CIS 3個幾靚喎，成得係。原來翹埋手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喎，其實管理 MPF 都係翹埋手揀 DIS 懶人基金，自動幫你管理風險，分散投資喺環球市場，收費仲有上限，咁就翹埋手都輕鬆搞掂啦。